曾經賽馬係阿蘇阿伯嘅娛樂，但今日香港賽馬已經變成國際級盛事。4月26日，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吸引超過41000人入場，當中旅客超過13000人，按年急升40%，創新高。累積今季旅客已經突破30萬人次，較上季全季仲要多57%。全日投注額達17億9千萬，按年都升大約2成，創歷嚟冠軍賽馬日新高，亦係今個馬季開鑼以嚟所有賽日最高。點解咁吸引？因為世界級對決，本地馬王家應高升同浪漫勇士帶動全球馬迷湧入香港，氣氛火熱。政府積極推動賽馬旅遊，旅發局將賽事列入 Hong Kong Mega 8嘅城市。馬會積極響應，推出護照免費入公眾席、套票、導賞、餐飲禮券等。喺比賽前，馬會更安排韓國歌手華沙等獻唱，將賽馬打造為運動文化同娛樂結合嘅大型活動。旅客普遍都話感受到香港嘅國際化氣氛。有韓國律師更話可以一邊觀賽一邊傾生意，經濟效益同樣驚人。用過往博彩稅佔投注額大約9%計算，單日博彩稅粗略計有約1億6千萬，連同旅客、本地消費同商業收益，直接經濟貢獻接近2億5千萬元，而真正價值遠遠不止於此。生意機會、國際曝光、旅遊帶動，正一步一步將香港推向亞洲賽馬旅遊樞紐。